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又係我中原地產西貢康湖居分行嘅 Ann Ho。今日想帶大家嚟到銀線灣參觀一間擁有一個超大花園，而且好靚裝修嘅別墅。呢一間係2層式嘅別墅屋，我哋由大門口一入到嚟，已經嚟到一個超巨型嘅客飯廳，連廚房、連工人套房。而家到呢一間屋嘅重點係好大個花園啊！我哋而家嚟睇下呢一個廚房先。上一層嚟到睡房區，呢度總共有4間房，其中1間係套房。之後我哋而家睇睇個天台。同大家總括一下先，呢一間別墅屋位置方便，擁有一個超級無敵大嘅花園，仲要附帶一個咁企理、咁靚嘅裝修。如果你有任何查詢，就快啲聯絡我啦〜